今日咧，我為大家推薦一本書，叫做唔好話係書啦，一本雜誌啦。咁咧，佢叫做《中國沼氣》。呢個咧就比較之前買嘅，我2016年嗰陣時訂閱嘅。咁咧，佢入邊咧有啲內容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喎。呢度佢咧就話啦，碳排放交易體系咧可以咧幫助沼氣產業將產業內嘅蛋糕做大，而做大嘅蛋糕咧，將會吸引資本流入，加速產業嘅建設，推動產業內技術發展，激發產業內市場活力，增長社會財富。咁我就再之後呢，因為呢之前呢帶個仔呢返內地去睇學校，所以會有睇呢內地嗰啲升學篇嘅書啦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2018年嘅，比較舊啲嘅。不過呢，佢入邊呢有啲嘢呢都值得我去睇睇嘅喎。見唔見呢個武漢理工大學？你睇下，原來咧佢以前咧係武漢工業大學啦，武漢交通科技大學啦，武漢汽車工業大學合併組建而成嘅喎。咁沼氣其實係咪可以用嚟做交通燃料咧？跟住我又再睇翻咧頭先介紹嗰本書嘅一部分啦，就呢度啦。你見唔見啊？佢咧有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裏邊咧有介紹，喺一個3608科裏邊咧有一個介紹一個氣體咧叫做 CNG。CNG 係咩嚟嘅咧？CNG 咧即係壓縮天然氣，而佢主要嘅成分咧就主要嘅成分咧就有分別有甲烷啦。咁而我哋咧，其實咧，我哋香港咧都會有用呢一啲天然氣嘅汽車咧，愛嚟做汽車燃料啊！我哋平時搭嘅的士啦，同埋我哋搭嘅小巴啦，都係用一啲天然氣嚟做燃料嚟去推動架車噶嘛。咁我就開始諗啦，我哋內地有成10幾億人口，咁啊養得起咁多人，咁啊一定有好多雞鴨鵝啊、豬牛羊噶啦，係咪先？仲要喎，有啲牛咧，愛嚟供應牛奶噶嘛。咁咧牛奶都算可以愛嚟做廚餘嘅一部分啦。咁其實係咪可以咧？做一個形式咧，去收集一啲沼氣，變成一個嘅汽車燃料咧。而且咧喺呢一篇內容裏邊咧，佢咧都有個架構㗎，佢都有考慮過咧做加氣站變成汽車原料啦，同埋咧有諗過咧愛嚟居民用電㗎。我哋香港都有啊，我哋香港嘅O-Park 咧就係將沼氣發電愛嚟做用電咯。而內地因為地方大啊，耗用嘅汽車燃料好多啊，所以其實呢一 part 咧真係值得動腦筋諗下咯。同埋咧呢個嘅武漢理工大學原來係3間以前嘅大學合併，或者可能佢入邊嘅人可以研發到呢一 part 咯。我只不過將幾件拼圖拼埋一齊，我覺得咁樣會變成一幅好靚嘅砌圖咯。另外咧沼氣咧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噶嘛。咁咧佢咧如果沼氣嘅話咧，佢就會有分開呢一個嘅城市啦，同埋鄉郊噶嘛。咁咧就要部署咧，就係要有嗰個叫做收集據點啦。譬如咧，你生產沼氣咧，佢每一樣嘅物品咧產出嘅沼氣量都唔一樣噶嘛。嗱，呢個就係牛奶咧嘅一個收集嗰個叫做咩生產表啊，生產地勢表喎。咁或者可能沼氣咧都可以咧參考下牛奶去點樣收集嗰啲奶源。咁沼氣都可以咧參考牛奶收集奶源嘅方法嚟收集沼氣咯。而且咧，我覺得咧持續發展咧可以一代承傳一代咯。而家我哋嘅研發可以交俾未來嘅人類去繼續去保持個環境優美啲咯。